愛情函數嘅內地報道強下來看到，台灣嘅大學教人制度已經注意到你情感教育嘅重要性，未快嚟動到嘅考場。不過，有意到嘅學者專家都認為，呢件事情係大家嘅基本需求，特別係喺青少年時期，當係探索愛情嘅階段。等到大學嘅世界過嚟教情教愛呢件事情，未調慢咧。所以教育部未落情感教育變異嘅高中之前係考場，不過落開放嘅大學教人冇強弱，啲學教制度運用班人類教情愛鬧，效果就用班人強下來看。交往。拜托，我想睡是一境了。當初約你是順便的，你還想跟我交往哦？19歲嘅學生誒，開始為相愛聯絡，冇就戀愛，對愛情仍係過期態，又更為疏鬆開。告白應該如何去告白？男女之間應該就是交往之前應該要保有的一些態度。處理分手吧，就像最近的那些時事新聞啊，比較那種恐怖情人。OK， 永遠成功。喺愛情關係當中，可能會遇到嘅情形，設計出情景來問也得同學，愛人來面，韓國本組來討論分享，也係特別是體理高中嘅健康同護理課，用過先輩嘅上課方式，鼓勵同學表達出冇強用嘅想法，打幫安尼建立正確嘅情愛態度。也就成年呢，送嘅一堂課，都感覺幾好搞，又神奇，韓國用得多。可是我先用像考前的遊戲嘛，還活動的方式，先帶伊哋去體會一下呢，去感覺一下幾是樣的一個過程啊，我可以呀當中本的一些相關的技巧。唔過像安尼，過考試啲教感情課程嘅學校，其實啲台灣真蠻少。教育部也下間感情教育變啲高中以下嘅教學課講度，啲貴中小學係變啲性別平等教育，韓國啲高中職學校係用容易識別教學，變啲公民、價值、韓國健康同護理課。唔過安尼做幾多學者專家都認為，雖然變嘅課程，唔過冇安尼嘅線上學教，韓國大部分嘅學教又冇考試來教，根本韓國愛加油。台灣裡面。就是說，真正健康教育是由專業老師教的，大概就佔27%而已，其他都是配課，因為它不是考試要考的，可能就不上，或者上的時候就是上不到位，就是用練的。那這個東西就是怎麼可以用練的？因為它是一個所謂的價值跟能力的學習嘛。所以它怎麼教是比教什麼還重要。目前講的很好聽，就是說融入。可是當你完全融入的時候，你反而有時候是看不見它的影子的，因為你分不清哪一塊是哪一塊。戀愛指南。是啊，兩個人在一起不是都要這樣嗎？先保送一壘，然後攻上2壘，到3壘，最後再轟出一記轟轟烈烈的全壘打，得分。今年各種會考英文同理題目，有一題就會考4類嘅應用嘅同什麼嘢用比。出題目嘅時候，想要揀感情問題併入考題當中。唔過感情教育啲台灣會按難隨通，就會認真生活為主嘅影響。國文、英文、數學也都知識學科，會到健康教育、護理也都冇考試嘅課程，唔受到重視。韓國家長單單都唔希望成年呢喺圖書館下談戀愛，所以就冇愛講。係講成年呢有乜嘅問題，搶咗地戲詞、戲情，還不唔出，人哋哋自信錯也唔錯，點到為韓國慘。一切都冇去學，但唔想行國外有嘅能力，每張師資都冇辦法處理過複雜嘅感情問題，還有可能造成遺憾。那幾多年會推人講，哎呀，佢唔可以啊，佢唔冇啊，哎呀，佢會騙人啊，但因為幾多又唔知按樣嚟做，啊要佢想去瞄一下看看呢，去做一下看看呢，所以在這種過程裡面，我們就要給他更多的陪伴跟引導。教育部只看到局部的東西，然後呢，只是蜻蜓點水式的，好像有一點某種程度花瓶式的裝點式的在推動情感教育。如果再長此以往，這個問題絕對會越來越嚴重。而且這是這幾年來，我們不斷地看到情傷、情殺的案件層出不窮，所以不能夠再讓我們忽視這個事情。學者專家講，台灣社會已經承擔很多年來唔從事感情教育嘅後果。
教育单位除提编的课纲，还应该爱反省检讨一下嘅教學方式。對愛情嘅學習，唔單淨係教研知識，還愛幫學生嘅去體驗、了解，才會有效果。總講人係有感情嘅，自細到大，咪都希望有人來寫人，而咪希望去寫人。一個感情好款，係講從細就有喜好，咪有好多，安尼幾世人，咪用嘅錯。下個新聞，連經由陳欣怡特別報道。